豬仔、豆沙餅、小猴子、出爐啦公仔餅。公仔餅嘅餅皮其實同之前分享嘅蓮蓉月餅、金腿月餅係一樣嘅，全部撈勻就可以啦。搞掂，等2個鐘，開工。一半就係啤撚咯，定講有啲餅。豆沙公仔餅啊22皮，16呢隻。哦。嗱，我哋嘅公仔餅好得意嘅，用呢個模型整公仔餅嘅豆沙餡。隻貓仔嘅，細隻啲啊，貓仔大隻啲，確嗰隻豬仔細隻啲。哎呀，小豬。還有什麼？猴子啊！豆沙餅，小猴子。吸到癮咯呢隻，你一甩出嚟，吸硬到佢就有癮㗎啦。再來一個，OK，跟沒有歪啊。OK。出嚟嘅。有啊，有尾巴嗎？哦，哦，有那個尾巴。哦，嗱，翻多一點，翻more，放more，is more，放給它平，啊不給它平，尾巴邊，放尾巴，this，放尾巴。敲出來。有啊，放好，放好。按，這樣子按，按平，按平 ，OK，剝它出來。你割這邊，割這樣子割。哦，那個尾巴 ，OK。你的 This fish。 one is lava。哥哥雞呀！哎呦，掉了，這樣子壓一下，完蛋。OK，ready。哎呦，一半有，一半沒有。Cannot too big。阿寶弄的 K 型公仔餅。150至160度烤10至12分鐘，俾佢定型。輕輕掃就啲麵粉，跟住我哋搽雞蛋。用同樣嘅溫度烤5至6分鐘，睇到佢金黃就可以啦。出爐啦，公仔餅！